保安局星期一向立法會呈交召喚救護車分級制嘅文件，當局指由於日後要由通訊中心嘅調派員決定求助個案屬於邊一個級別，通訊中心會增加人手同訂立急救指引，所有嘅員工亦都要接受證書課程。不過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靠聽電話去判斷病人嘅情況好兒戲，假如求助人講錯說話，會影響到救援嘅時間。亦都有議員質疑實施分級制係為日後救護車收費鋪路，因為市民為咗快啲得到服務會誇大病情，導致濫用嘅情況持續。保安局就堅持分級制可以加強救護車嘅服務，否認係為日後徵費鋪路，但係就歡迎市民就徵費提出意見。根據新建議，求救嘅個案如果屬於最危急嘅級別，當局承諾救護車喺9分鐘內可以抵達現場；冇生命危險嘅第2級同埋非緊急嘅第3級召喚，就會分別喺12分鐘同20分鐘內到場。奧運 TV 記者拉里娜報道。